春日嘅經節本攏總兄弟姊妹堂，在啲491第14節按樣人講到，上帝講錫愛嘅人，愛救佢；信任愛嘅人，愛保佑佢。嗱，係講是個世間嘅迄度，是個要隻心錫上帝，敬重上帝，佢保佑自家，佢話信任自家，佢照顧自家。嗱，係要上帝保佑自家，是個世間嘅是個唔是強，唔是犯，熱天嘅帶自家。去得勝嘅路，嗱491:15節按樣人講到，上帝講係講佢捨愛，佢就佢禱告嘅愛，愛答應佢，當佢不實之時，愛救佢，係講佢要痛苦，愛帶佢撇走，本意敬重嘢嘅講，哇！上帝錫自家錫到，自家要痛苦，要冇辦法，捨佢求佢禱告對佢。佢把出嘅奇妙嘅手嚟幫助自家，開路本自家，第一前出得到嘅平安咯，得到嘅健康咯，要平安，要健康，要精神，這個世間裏做乜嘅都要得到勝利，要得到有利息，因為到上帝嘅個同在。嗱，我禱告本攏總兄弟姊妹，係講你呢下要不實，要痛苦，要煩惱，你要謙卑嘅心，我禱告上帝嘅你同在，上帝看顧你，上帝開路本你，上帝祝福你，身體健康平安，上帝帶你去得勝嘅路，勝利嘅路，你相信你得力嘅信者，在耶穌名我禱告，阿門。